公司第一台，刷落来请收看咱的新闻。新高早，欢迎收看今仔日4月16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竹。先开始来关心4月初3花莲大地震，台电的部分机组嘛有受影响。亲像伫和平电厂，伊的1号机就因为一条地震尾影响修理的进度。伊那大潭电厂8号机昨昏嘛跳掉，造成备转用降价，甚至佫出现柑仔色警示的电号，即马供电是降到限电的边缘。4月初3花莲大地震迄天，全台湾停电的户数有到308000多户，台电包括和平、台中、国光、加海湖等机组拢故障，管线弯曲变形。虽然抢修了后慢慢恢复供电，不过受损的和平电厂1号机，因为地震尾又未煞，影响修理的工作。除了和平、台中电厂7号机，也因为地震破工的坑正大坑，即马暂时停机修理。再加上昨暗大潭电厂8号机也发生跳断，造成暗时尖峰备转用量不转至境界柑仔色灯，是今年以来用电负债有期上悬，供电强要到限电。过去这2年几次大停电，台电深感抱歉。我们检讨，几乎都是电网出了问题，因为系统当下是有电的，但是送不出去，所以我们要强化电网韧性。虽然自4月开始电钱调悬，不过伫最近天气转较烧热，用电量偏悬，像15尖峰负债是3527万千瓦，已经甲去年的5月下旬差不多，也创史上4月中旬的高峰。台电官网显示，今仔日的供电是充裕的绿灯，一那台电也会趁到拜六用电量较低的时阵，全面减收地震对机组的影响。记者综合报道。对4月份开始，电费钱已经起价，毋但影响民众，公家机关即马嘛爱省电。正如伫苗栗市公所，即马就设定讲，气温爱到30度，因才会开冷气。公务员为着袂伤翕，为着毋通掉刷，因即马拢会家己炸电风去吹。不过有民众是认为讲，冷气该开就爱开。到顶现电风一直吹，电费今年4月调悬，也造成公家机关的负担。苗栗市公所设定气温30度才会使开公用空调，员工差不多每一个拢家己传电风。民众认为该开的嘛是爱开。如果太多人的时候太闷也是不行，因为会影响到身体这样子。对，该开就要开。对，该开还是要开啦。市公所是讲30度开空调的制度实施真侪年，不过今年较早热，4月份温度都热到强要挡袂掉。较早非夏季平均电费每个月差不多4万至6万，不过即马初步估计调悬了后，会阁加一成的开销，只有请大家体谅。非夏季的那种不属于那种尖峰用电期间的话，我们平均的电费大概是4万多到6万之间。那夏季的时候可能是8到11万左右，可能会再多个10几%，也就是说4万多的话，可能就会从5万起跳。市公所甲天棚的电风拢拍开，加强通风，电价调悬，公家单位想办法节省能源，也希望伫省钱加维持公务服务品质，会当超好平。记者综合报道。同在关心天气，今仔日受锋面的影响，各地拢有局部短暂阵雨，同齐来看分图。今仔日有微弱的锋面，伫咱台湾的北部海面、北部、东北部、东部拢有局部短暂阵雨，马祖嘛有局部短暂雨，也是雷公雨。其他的所在也阁偏乌金门，今仔日是侪云到好天。也若过昼了后，伫东南部也阁中南部山区，嘛有局部短暂阵雨。另外要提醒乡亲，今仔日和明仔载这2天，金门和马祖高大霧，云较低，会影响能見度。亲像即马伫金门和马祖能見度就无到200公尺。也若高雄甲屏东天气是高温烧热的，中昼左右会是柑仔色的高温灯号，有连续出现36度高温的机会。啊，若台南是黄色的高温灯号，南部今仔日天气同款是真烧热。这几天的天气较无稳定，根据气象署的预报，北部、东部较
较高落雨，到拜三的时水气就会减少，也毋过拜四的时雨阁会变较大阵。另外，目前有6个水库较欠水，已经是红色的警戒。水利署是表示讲，这部分要等到5月份黄霜雨到位，才有机会会当入水。另外，即马各地头水库也是会当冻到，也会当阁冻3个月。最近这几日日时拢真烧热，袂输已经热人了。不过气象署表示，连暝要翻天，因为受到北边方面的影响，对拜一开始天气会较无稳定，北部甲东部较熬落大雨，到拜三水气会减少。不过拜四水气又搁会增加，落雨的范围嘛会变宽。18号会是锋面，目前看起来带来的水汽比较多的一天哦。那这一天的话，预计整个北部跟东半部可能会有些短暂阵雨出现。那从雨势的趋势图也可以看到，这一天的降雨呢范围是比较广的哦。那中南部的话，主要降雨还是集中在中午过后，山区可能会有一些午后阵雨的状态。虽望清明前后有落一寡雨，不过包括石门、石冈坝等等，已经有6个水库出现欠水的红色警戒。水利署指出，今年11月到过当年4月这段期间，台湾各地生成就较无啥雨水，等到5月黄霜雨落来，就较袂遐紧张咯。因为咱即摆是枯水期，所以慢慢来会降低落，但是主要的水库伊即摆水，拢个会当冻差不多3个月左右，所以咱的用水是无问题。也若今年北部的石门水库的水位明显比往年拢较低，水利署是表示，这是因为雨水较无落伫遮，佮再加上早当伫我爱阴产所地，已经有对翡翠水库调水来互新北使用。目前为止吼，对迄个翡翠水库一边调过来水，每工有差不多81万左右的水吼，会使互石门水库原本要出来水会再减落来。目前水网是也无法度研判5月的黄霜雨会落偌济。水利署讲，因为趁即马也搁有东北季风的时势，也毋济来增加人工雨和水库提早做准备。记者卢尚如、郑俊佑台北报道。其他政治的消息来关心，总统蔡英文昨昏去新北市的泰山，去视察翻新的宪兵指挥部。也若现任的国防部长邱国正和风声要接国防部长的郭立雄拢有陪同。另外，即马嘛风声外交部长吴钊燮会回任国安会的秘书长，外交部长会改换总统府秘书长林佳龙来接。也让吴钊燮昨昏伫立法院一直强调讲，外交的工作伊会做到任期的最后一天。另外，准行政院长杜英台伫暗暝10点，伊会公布第3波的内阁人事。风声一摆要公布财政部长、侨委会主委和人事行政总处处长的人事案。老旧营区的翻修和改建，一直是我们国防改革的重要的一环。这些年来，我们透过推动新安专案来改善我们营区的生活环境。那么，因为有更好的生活品质，国军才更有力量来保卫国家。特别下任进前，总统蔡英文无被记的亲身巡视，开特别3月整建的宪兵指挥部建设营区，因为这也是培训宪兵强化反战术能力的新式特种作战综合训练营。顾明，你今天是来见习吗？国防部长开始进行交接了吗？陪伴总统的国安会秘书长郭立雄、国防部长邱国正互动备受关注，因为风声罗清德5日控制任总统了后，国安团队延续串门落线，暗过因素大风吹，由郭立雄转任国防部长，加做国军第7位文人部长。外交部长吴钊燮会会任国安会秘书长，外交部由总统府秘书长林佳龙来接任。目前仍然是外交部的部长也因此我应该责无旁贷，那也要心无旁骛的把外交部的这个工作做好，做到最后一天。像王秘书长是一个适任好的那个外交部长，这个部分不应该由我来评论吧。对风声不愿去讲，吴钊燮强调会将外交工作做到最后一天，因为选去5日控就职典礼，爱接待来自各国外宾的庆贺团。友邦国家参与的那个状况非常的踊跃，还要从其他的单位，甚至是从海外调回那个可以支援的这个人力。目前从海外来的这个团数应该是超过40团，那可能人数还不到800了大概400多500左右。
吴钊燮指出，这摆友邦国家来参加真多，而且外宾层级真悬，包含8位国家正副元首。立委也关心中国是毋是会在5日抗战前，佮对咱的邦交国施加压力。吴钊燮表示，目前掌握证据是正常，不过有关的谨慎处理言行。记者综合报道。亚咱国军昨昏是伫九平基地发射陆军剑2防空飞弹，有精准射着目标。因为这粒飞弹是咱中科院家己研发的，量产的进度嘛真顺利，展现咱台湾有研发的才调。嘛，因为这是头一届对外公开，所以请真侪军事迷去看。飞机射出了后无偌久，陆射剑2防空飞弹为地面发射，拖尾掩飞过天边，甲要击着飞机完成任务。因为天气的因素，这届实弹发射延到15早起进行。现场看到发射搁击着的军事迷，拢真有感觉。感觉还蛮震撼的，因为它那个尾烟还蛮明显的。那我记录到是大概飞行一分多钟。针对伊朗飞弹攻击以色列，防空的能力大家拢关心。尤其陆射剑2防空飞弹是中科院研发的野战防空系统，甲本来空对空的天剑2型飞弹改做地对空，由发射车发射，射程45公里，搭配空间雷达系统，会当反制敌军的无人载具顺翼飞弹顶。这15公里呢，可以弥补我们野战防空到中程防空之间的空域防空的不足。因为在5公里之外到50公里之间，这个空域呢，其实过往陆军野战防空来讲基本上它是能量是不到的。不过专家嘛点出，为以色列提供防御系统，进前和哈马斯用大量火箭攻击出现防空的漏洞，应该嘛要想到对咱攻击人会当运用大量无人机突破陆射剑2防空飞弹系统的可能性。等到我们飞弹耗损到一个地步以后，弹药补充不上的时候，就有一个空档时间。那么如果说对方是用一种饱和攻击的一个方式的话，事实上面我们防卫的话，还是有相当的一个漏洞的。单独武器系统可以提升你的部分战斗能力，它是要配合整体的防空体系啊。就是说，我们不用单独一个武器系统来论它的效益。而是要整体的防空。面对两岸局势加国际局势变化这么大，由退役上将哪位陈永康担任兵推策划人，结合正大台湾安全研究中心这单位所举行的区域安全兵推，都认为中共对台无明确所在的战略，唔那应该爱注重武力，更加爱为国安战略的管道做战略研究，加能源、金融这安全议题拢纳入，思考安怎做避险，也加管理风险这安全。记者综合报道。立法院伫顶礼拜5进行年金改革法案委员表决，所发生国民党的立委罗冠一，伊人就伫国外，毋过却有出现投票的记录。罗冠一伫昨昏是出面说明强调几件代志，伊并无了解，而且伊嘛强调伊无授权予别人替伊投票。针对这个情形，即马民进党团是要求立法院长韩国瑜爱调查清楚。立法院长韩国瑜15中昼会见巴拉圭参议长欧菲达，步行国会外交，同时国会内部继续会12议会。国民党立委罗冠仪有投票记录，暗过人伫中国参加活动证据差别说，罗冠仪本人出面说明，强调对规个事件唔知影，也要授权别人代投票。为什么一回国，怎么全国的人都在找我？整件事情我是都不知道的，也没有授权这件事。仔细看了一下，也没有人长得跟我一样，而且肤色的那个程度也是属于2B 级的哈，所以比较不可能。民进党团前会议罗冠仪被带投一票是重大技术问题，甚至牵涉法律问题。法校和韩国瑜希望彻底调查，各补救甲证据，目前已经由技术处调查处理。立法院阁较期待攻防战场伫司法法制委员会上演。麻烦各位先回座，麻烦各位先回座。南北党团提出国会改革相关法案，要并15送出委员会，暗过民进党团主张应该延到17、18，和所有修法草案平衡审查。也提出定数发言，各要求每一条讨论暗过调回各种现拢在时，有意见就保留上协商，和调野一句来一句去。不讨论一下呢？本条予保留。藐视国会这么重要，你们都不敢讨论。现在进行表决，赞成反对均6人，同数时取决于主席。
本席表示反对，本案赞成者少数，不通过。民进党团阁提出44摆散会动机，暗过党袂过，国民党立委甲民众党总调，国抢联合合作的人数优势，暗过拢无通过。最后从现宣布专案审查员进入1个月协商顶动期，5月16改动。在野党要伫5日控落清朝就职总统进前，将相关司法三读通过，互伊去国会随问随答无写国情报告。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士林地方法院审理的法官前几日跳楼过往，引起各界的检讨和批评，认为法官的负担伤大。若法官协会有发出声明，要求司法院要限期提出具体改革的措施。司法院长柯宗立有去念香，伊嘛提醒当人要注意身心的状况、身心的健康，唔通规工守伫办公室。院长，法官管考可能放缓吗？我们会来研究一下。面对制度改革议题，司法院长柯宗立只有简单的回应，颠倒对法官的身心健康有话要讲。多多注意自己的一个身心的健康啊，那么留意一下那个户外的活动，我觉得这个是必要的，不要把自己整天绑在那个办公室里面。天气当前，工作之外，加参与户外活动，柯宗立找到下昼出现伫士林地院，毋但是来慰问关心，也讲是来听法官的心声。法院社外口看板回拿，悼念对老身亡的胜利法官，专案小组法官过落问题。柯宗立也到灵堂上香致意，佮较写一张配合法官，表示继续争取增加司法机关总员额，佮研究放宽相关管考规定，不以无结案数当作职务评定的唯一标准。想严了是最容易的了。我的这个院长啊，我来帮你争取人力，你人力可以增加，我不反对啦。但是问题是你不可能无穷嘛。怎么样更用科技？怎么用简化的方式？怎么样简化？这都要讨论。不管是审判效能好不好，有时候那个案遇到复杂难搞的案子，确实会有常常加班。我还是觉得每一种诉讼类型都有可以再去怎么样节制滥诉的一个可能性。这个当然要司法要去检讨了。法官工作负担大，有理性法官点出滥诉问题。法官协会更加讲，强调诉讼制度的司法变革，拢在加深法官早已经无法度负担的工作量，更加无排除发起后一波的运动。内部拢是检讨声，也拢向司法院喊声，为制度做出改革。记者综合报道。同齐关心今仔日报纸的重点，咱先来看自由时报。根据警政署的统计，自去年5月份开始加强执法，到今年的3月底，有抓到伫路口无停让过路人，计共有12万3000多件。严格依照交通部的道安资料，伫民国111年死亡人数是189个人，到民国112年是188个人，死亡人数是差不多的，并无降。来关心中国时报，也若根据教育部的统计，国小、国中也有高中、大专校院、校园自杀通报的案件，伫最近这5年是成长5倍至10倍。尤其伫国校自杀的通报，对106学年度114件，到111学年度已经有1183件，增加超过10倍。这数字看落是真惊人。来关心联合报。现任的新加坡的总理李显龙昨昏伊宣布讲，伊打算伫今年5月19要落任，也由副总理黄顺才来接总理的位。李显龙请新加坡所有全国的人民要全力支持黄顺才和伊带领的政府团队。新加坡的总理李显龙宣布，伊5月19要落任，伊会交予现任的副总理黄顺才，这嘛代表新加坡李家领导时代结束啊。去年宣布要交接的新加坡总理李显龙，伫8月正式宣布，将会伫咧5月15退任，将总理的单位交接予现任副总理兼财政部长黄顺才。李显龙伫社群媒体讲，领导阶层交接是重要的时刻，代表李显龙18年执政正式结束。I accept this responsibility with humility and a deep sense of duty. I pledge to give my all in this undertaking. Every ounce of my energy shall be devoted to the service of our country and our people. 未接班的黄顺才，因为常常用 TikTok 拍影片甲民众互动，互人叫做 TikTok 部长。
伊今年51岁，伫新冠疫情期间做防疫指挥官，表现正受肯定，成做第4代领导团队的代表性人物。将被退位的李显龙，甲伊老爸李光耀同款，伫执政期间正关心两岸事务。李显龙八讲，因为欠缺互信，造成台海局势出现误判，甲意外风险正伫咧增加。But the most dangerous flashpoint of all is Taiwan. Enduring enmity and bad relations between them will be very costly for both and will mean big trouble for the rest of the world. 评论家分析，新加坡会当伫咧短短几落10年之间，自经济落后的一个小岛，变做亚洲上富裕的经济体之一。建国总理李光耀功劳上大。李显龙是自2004年接任第2任总理吴祖栋，主政新加坡要甲20年。伫这么黄顺才接手了后，应该当行一种甲李家无共款的新风格。公司新闻张伟林、张建光编辑。国际新闻来关心上新的消息，这是国际社会资本是认为讲以色列未对伊朗报复，也毋过即马以色列是解喙讲，因要采取行动，要互伊朗有同款的态度。也来伊朗这方面是强调讲，因无打算要互局势愈来愈紧张，也毋过因会采取自卫行动。伊朗对以色列拜六的攻击，以色列的战士内阁敢有要报复？国际社会认为以色列也未决定。伫美国希望以色列避免中东情势升悬全国曲折时阵，以色列十个放一段影片。Iran will face the consequences for its actions. We will choose our response accordingly. 以色列政府消息人士讲，纳坦雅胡伫咧24点钟久内两边调集战士内阁，评估要安怎应对这边伊朗的攻击。伊朗也强调无想要加重紧张情势。و چنانچه ارتکاب دیگری صورت بگیره حتما اقدامات قاطع و محکمتری در جهت ایجاد بازدارندگی صورت خواهد گرفت. 对有媒体报道讲，伊朗这边攻击以色列是精心设计，要演一场上壮观的戏。也个伊朗要攻击进前，有向国际社会警告，美国白宫讲这款报道拢是唔对的，伊朗也否认相关报道的内容。To coin the phrase from the president, or steal a phrase from the president, it's malarkey. 伊若对总统拜登一通电话，就互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改变心意，未对伊朗报复，白宫也无证实。公司新闻黄文玲编辑。也来，伊朗虽讲对以色列发动大规模的空袭，也毋过以色列的损伤是会当讲是真细。专家是拢认为讲，伊朗即届目的是为着民主才会发动攻击，实际上是无想要引起冲突。These slow drones, hours and hours flying from Iran to Israel, giving plenty of time for the Israelis and the United States and others to prepare. I mean, even the Jordanians shot down a bunch of these drones as they went over Jordanian airspace. 欧美的中东问题专家认为，伊朗即届目的，敢若为着点实力尔。Obviously, the scale of the attack and the nature of attack was meant to be more of a warning of Iran's capabilities than an actual attempt at escalating the situation into an all-out war. 专家指出，以色列甲美国较早就捌暗杀伊朗高层将领甲核能科学家，不过伊朗拢无家己出面报复，结果就是由真主党这外围组织发射火箭也是飞弹攻击美国甲以色列两国，不过即届都无遮简单啊。Iran has demonstrated that it has an appetite for risk, but it doesn't have an appetite for too much risk. It wanted to impose a cost on the other side without necessarily triggering a broader escalation and an all-out confrontation in 2020, of course, against the United States, and now against Israel. Iran had to retaliate basically for the attack against its consulate in Syria. Otherwise, it would completely lose face, not just in front of its adversaries like Israel, but also in front of its own proxies like Hezbollah, Hamas, and the Houthis, who have been conducting their own attacks against Israel in recent months. 专家也讲，伫状况紧张到一定程度的时阵，私底下的外交协商就会点进行，所以有关的各国都会停战。不过，加沙的战局发展也是会决定未来中东情势的发展。公司新闻次家人编译。中东的情势即马较紧张，伊朗和以
以色列的恩恩怨怨是高高甜真久啊。事实上，这两个国家嘛，捌有关系真好和平的时期，甚至呢，伊拢阁是这个世界上第2个承认以色列的穆斯林国家。也毋过，就伫伊朗政权改变了后，两国伫一直起冲突，才愈玩愈热烈，即嘛变做死对头。14个这场空袭更加加深以色列甲伊朗两国纠纷的状态。伊朗为了保护以色列，月初空袭伊朗伫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的大使馆。顶礼拜六，直接攻击以色列，双方关系会当讲是一级调的爆发，极度掉队的两国安怎行到即马局面呢？其实伊朗甲以色列过去有过真好关系。以色列1948年建国2年了后，伊朗就承认以色列是国家，是迄当时全球第2个承认以色列的穆斯林国家。双方建立非正式谈判的关系，伫军事、农业、石油各方面也有密切合作。也毋过，1979年伊朗爆发伊斯兰革命，杀到君主体制，局势转变，新的伊朗政权高度同情巴勒斯坦，不卖以色列甲美国关系利器。最高领袖哈梅尼更加表明美国甲以色列是主要敌人，高呼是哈马斯甲黎巴嫩极端组织真主动对抗以色列军队。2005年共和派总统艾马丹上台了后，双方的关系更加紧张。They consider Zionism to be a sacred notion and ideology. Any question regarding its foundations in history is condemned by them as an unforgivable sin. On the other hand, they approve and authorize sacrileges and insults against the beliefs of other divine religions. 阿马丹上台了后，中期核武计划，以色列是犯了伊朗有核武，继续对伊朗发动网络攻击，两国关系降到上低。Iran is a real threat. Not only to Israel, but also to the world order. 得胜后来，较温和的罗哈尼接见伊朗总统，两国关系又因为叙利亚的冲突继续无好。也安尼，虽然伊朗迄当时拍开甲西方谈判的大门，签署伊朗核协议，以色列议员几摆反对，批评伊朗未安尼放弃核武。This cancerous tumor, since its beginning, has evolved step by step and has become a catastrophe. And it should be dealt with step by step. 双方敌对状态伫哈马斯突袭以色列了后更加严重。4月1日，以色列轰炸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的伊朗大使馆了后，紧张关系真紧升悬。分析认为，伊朗回击以色列和双方多年来以来战争公开化。虽然目前双方看起来有站在避免冲突扩大，也毋过只要加沙战争继续。一无势力，引起两国纠纷恐惊，会造成无法度收束的局面。公司新闻台湾人编译。南韩4月号军舰伫4月16满10周年，几号军舰内底过往的高中生因的妈妈，即马有组一个剧团，希望透过表演来互相安慰。伊嘛呼吁政府要继续调查这件意外真相。剧场当地表演，台下观众一直伫流目屎。南韩4月号军舰这个月16满10周年，罹难者家属也是无度行出亲人过身的悲伤。有一寡人就借由舞台表演来疗养心中的痛苦。그 연극을 통해서 저 자신을 마음껏 하고 싶은 대로 제가 제 마음에 있는 이 슬픔이나 이런 것도 그 시간만큼은 제가 덜어내고 마음껏 웃고 제 마음을 마음껏 표현할 수 있고. 그럼에도 불구하고 그 아픔을 딛고 꿋꿋하게 또 열심히 살아가시는 분들에게 그런 모습들을 보면서 저에게도 또 힘이 되고 격려가 되기도 하고. 4月号军舰拢总造成304人死亡，包括248个鞍山市单湾高中的师生。当年是因为船违规超载，也搁放伤济会当稳定船身的压舱水，客船伫个急转弯的时阵煞冰船。第一时间救援过程真乱，致使伤亡严重。5个罹难者高中生的妈妈为8年前组成这个剧团，因伫个演出的时阵得到力量，持续催促政府追查事故的真相。 그냥 소중한 내 아이가 왜 그렇게 떠났는지 정도는 알아야지 그 진실이 밝혀져야만 그래야지만 그만둘 수 있는 게 아닐까요? 虽然南韩政府已经针对4月号军舰进行真侪个调查，罹难者家属也是指出未少问题，尤其是南韩的灾害应变系统，因为伫4月号军舰发生真侪年后，2022年的雷坦院烧大的事故，搁再显示当地的预警甲救援系统有待改善。公司新闻刘安编译。今仔日国际上还有啥物大代志？甲乡亲咱做伙来去看世界。
巴基斯坦自顶礼拜五做大水以来，上无已经有41个人因为上大雨做大水死亡。地方官员讲，其中有28人是去予雷公卡着死亡的。相关单位即马警告民众爱细致，因为接落来有可能会继续发生水崩山土石流，会继续淹大水。来关心伫2019年和咱台湾断交的南太平洋岛国所罗门群岛。伫4月17日，因要举办全国的大选，反对派领袖苏达尼伊接受法新社访问的时，是对外指控讲，中国的共产党即马伫幕后运作，协助亲近北京的议员继续留伫国会。伊讲，中国对因国家的控制力头，即马是愈来愈大，真使人烦恼。来关心中国电动车这几年市占率愈来愈悬，电动车产业嘛愈来愈竞争。也拿电动车产业的龙头特斯拉，是且配合因全体员工宣布，因要伫全球裁员1成，等于是要裁员14000个员工，因要简化组织来降低成本。这嘛是特斯拉对2017年以来第5届全世界大规模甲员工试头路。镜头个等下过来，咱来关心全联超级市场的全支付 APP， 之前有发出调涨的通知，讲是价值9万外块日本的旅游，而且有真侪人拢有收到。也毋过呢，甲点入去看，根本就无调涨，而且这个奖伫3月中的时就已经对外公布啊。全联是表示，因是为着要增加宣传的效果，才会发出调涨的通知，造成困扰，造成误会，伊嘛会是的。购物全支付，缴费全支付。连锁超市全联一直提供全支付付费模式，也毋过到25日起，刷传出两公的推播信息，互真侪全支付会员去扑扑，就是家己钓到9万外的邮轮日本香精油。一开始收到这个讯息，一开始很开心，可是看那个中奖名单，其实根本就没有我的名字，所以才发现是假的。我会考虑把这个 APP 删掉，因为我觉得这个公司的做法就是让消费者觉得很像在整人的感觉。详细看推播信息写，恭喜你得奖邮轮日本香精油，总价大约新台币9万外，请伫112年4月19进前，卡客户专线，伫112年4月20时进前完成领奖证书。奇怪是，明明今年是113年，顶头写112年，民众点伫得奖名单一看，才发现得奖的人毋是家己，弄到全支付面册留言抗议。白白欢喜一场，卡客户卡钱。有人讲，大家拢要上船，护照甲特休拢准备好啊。只是民众拄到这款的两公得奖信息，敢会当讨赔？律师是安尼讲的，因为他那个只是一个中奖的通知哦，告诉你说，你可以到哪边去看，所以你要依照这个东西就去解释成说，他跟你是中间有缔结一个哦，要发这个旅游哦给你的契约哦，这也是比较难的。既然契约没有存在，那当然也就很难解释成他要去履约。业者对于消费附随的抽奖活动讯息，仍应提供充分及正确的资讯。若有错误致消费者误信而生损失，仍应妥善处理。面对全支付会员的规百会，全联回应是行销部为要提悬活动点击宣传效益，推播日本双人邮轮得奖通知，造成消费者困扰，12万份的失利。律师表示，民众若讲无想要搁拄到类似事件，会当向业者申请，无爱搁收到推播信息。那也是收到信息，会当提出申诉，由主管机关裁决。记者综合报道。台中有一间在卖高级和牛烘肉店，互进前的员工亚讲，因这间店的牛肉实在拢过期啊。卫生局去调查了后，发现确实有影，也不过业者是解释讲，这物件拢是要互员工做教育训练的使用的，也不过呢，这物件其实是放伫使用区，所以卫生局即马讲会调查清楚。另外，伫苗栗有议员是对外亚讲，伊去素食店食饭，结果发现家蛇伫道边乱扫。台中市西屯这间讲是日本人经营的和牛烘肉店，互前员工甲台中市卫生局检举使用过期肉。食安处12日去稽查，发现有8项商品过期，其中和牛肉过期3至5个月不等。业者紧急伫面册发声明讲，这是要互员工做教育训练使用的，而且甲要卖肉是分开保存。不过台中市卫生局表示，对店主的讲法真怀疑。他在使用当中嘛，在使用区里面就有存在，有些按照他的说法是放在这个他已经过期区了，但是我们还是认定他是使用在这些过期的食品，
所以我们还会依规定给予严惩。台中市卫生局表示，目前照食安法的规定，店主也无到停业的程度，目前嘛无查到业者有改票还是假报的行为，毋过违规是事实。依照食安法的规定，会当罚代票6万块以上2亿以下的罚款，会伫查清楚了后一项一项处罚。苗栗原有食安问题，有议员伫连锁素食餐厅用餐的时阵，发现家蛇爬起餐盘。吃到一半的时候，突然看到有一只蟑螂啊，小强爬到我的这个餐盘上面，一直在做舔食啊。那我当下看到这个状况，我就食欲尽失啊。共有38家餐饮业者，即日起，卫生局食品卫生科将进行实地辅导稽查。苗栗县卫生局15嘛派员去这间店头份美食广场稽查，要求业者进行相关的改善。若做复查无过关，就会依照违反食安法来处罚。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4月初3花莲大地震，在德鲁固国家公园内底损害甲真严重，即马初步估计讲修复的经费要超过10亿，所以政府已经打算要分阶段分区域来修理，嘛会分阶段分区域来开放。另外，根据内政部的统计，到4月11日，咱全台湾建筑物起起倒起，风打红单的有51件，打黄单的有92件。政府即马会提供税厝和电器的补助，若耐震补强，上悬通补助到450万。控诉控3地震了后，花莲地区灾害严重，尤其泰鲁国家公园初步复关经费超过10亿，预计用一波分阶段分区域开放。目前就是我们初估出来的灾损的重建金额大概是多少？我想最大的经费可能是交通部的部分啊，我们自己国家公园初估大概是会有超过10亿。根据内政部统计，到4月11日，全台已经确认建筑受损红单51件，黄单92件。内政部长林宇聪表示，除了提供多元税厝协助方案，主体中建利息补贴、耐震补强相关补助450万。另外，因为东华大学大地震引起大火，未来各大专院校有设置理化工实验室，会进行防灾准备总体检。仅仅是东华大学，各县市政府有非常多的大专院校，里面都有理化工的实验室。化学的实验室的话，它的一个防灾的相关的准备的工作，包括它的一个器具跟资源，这个必须要做整体的一个检讨。即摆大地震也好，大桥线、苏花路龙下清水桥断去，交通也中断。目前靠边仔的1930年离地旧桥当作临时便道通行，逐工有3个时段管制单线通车。交通部长王国才表示，目前当推动苏花安计划，这路段也定为改善路段。今日机会，环评专案小组提出真侪意见，有计4月送专案小组转送环评大会121年完工时程无变。今年的2月，虽然在环评的专案小组有很多意见，那我们现在已经收集意见，议定在4月就送进这个专案小组，然后转这个大会。那我们的目标就完全都不变。王国才表示，苏花安计划中的河前甲中铁路段，就发生包括去年大清水饭坑南口严重崩起，甲即摆的大清水饭坑口的桥梁崩塌，2摆严重灾害，所以为可行性甲综合规划，针对河前甲中铁段做调整改变，将2.5公里的底饭坑改做10.2公里的长饭坑，避开通知外口的机会，来推动苏花安和华东民众上安全的道路来作为首要考量。记者综合报道。嘛是因为地震，花莲路中的综合大楼规个，互地震害甲脆糊糊，上紧伫今仔日要开始拆。因若学校是考虑讲，这拆厝会对学生囡仔造成安全的疑虑，而且嘛会真吵，所以因对昨开始已经改用线顶上课。另外，空中大学的受风校区同款有建筑物，因为地震了后风打红单，严格学校即马是考虑讲，希望会当继续帮助灾民，所以因会先检查，但是检查了后安全无问题，嘛打算要开放宿舍，提供予灾民来住。我这边写了哈，那个 A 垂直A 垂直 N 向量然后 B 也垂直 N 向量。老师透过电脑视讯上课，花莲路中学生为15开始暂停到学校，用线顶教学暂停3礼拜，主要就是因为学校综合大楼伫花莲强烈地震了后出现条啊表面破去闭开，爱拆掉电器。线上上课你觉得 OK 吗？我觉得可以，一些烟雾或者是声音都会造成很大的影响。因为这个地方在我们花莲女中主要的一个
那个通行的道路哈，那很担心学生安全上的疑虑啦，所以我们也希望哈，采用所谓的那个线上教学。大兴基区已经进驻到综合大楼边啊，相近10搭露营厅，学校也会把完善伫综合大楼的教学设备，确保学生受教权益。空大受封校区，大楼壁被开，楼梯歪曲斜斜，虽然有建不受损，不过有关愿意对灾民伸出援手，计划中无安全问题所想提供给灾民大。学生宿舍群跃楼，我们等待县政府来会勘，安全无虞之下，我们会将进行内部整修，提供灾民使用。空大阁拍算提供超过5公顷的土地，予相关单位去做合厝，协助更较侪灾民渡过难关。不过受封校区离花莲市区，坐车要30-40分，无得卡也是灾民考虑因素之一。记者综合报道。地方的消息来关心，往回中华分林的西里大桥已经有超过70年的历史。也那顶一搭因为路面铺起来有害民众骑奥多摆累残，西里大桥对今日开始要先封10天，要先整修。地方政府嘛有向中央争取到2亿，针对一寡生鲜也是阿姆陀落去的所在，会先整理来先补强。民众骑奥多摆经过西里大桥，不过两边春秋旁的点仔架路刷铺起来，和一般的点仔架路面悬加差几公分，民众若骑车经过，就真有可能会累残。用路真的很危险啊！那个又是靠墙壁啊，靠那个桥的旁边啊，那摆动很大啊。要骑过吼，你也骑过，你有当时老岁仔人啊，骑到慢就倒会倒车来危险。北横合作远东第一大桥的西里大桥，1953年通车到达已经超过70吨，全长差不多2公里，下过落水溪接连中华分林，嘛是当地出名的地标。2013年时，中华县府接管，最近接到未少民众反映车路的问题了后，对15虹桥10日进行车路整修。在前一阵子有发生车祸，民众有提出国赔，所以我们就利用这一次来做一个整修。那未来这个是初步的整修。未来我们有跟中央争取了超过2亿元的经费去做这个桥梁，包括补墙、粉刷的工作。中华县府表示，因为西里大桥是文化资产，维修的单位若要做整修工程，拢要提出完整的计划。即马先虹桥10日整修车路，后续会阁针对桥底补强、甲桥灯芯擦过等等，打算规划西里大桥维修补强工程计划来做整体改善。记者综合报道。台北建国美女工厂是保留日本时代生产线，这嘛有100年的历史，是市电古迹。昨昏有文资团体开记者会，批评内政部伫去年有提出变更案，要甲古迹内底一部分提去予台北科技大学使用，因认为安尼破坏文资的保存，听书嘛无证据。因若这个案伫今仔日要审查，所以早起的时，因嘛告去内政部国土管理署头前抗议。黑箱作业，停止审议。文资团体大声抗议政府黑箱，因为有100年历史的台北建国美女工厂，自2000年被指定做市定古迹了后，要开发做美女文化园区来做古迹的活保存。但是文化园区的计划却伫2023年被撤掉，内政部阁提出新的变更案。文资团体和专家学者就批评讲，新的计划要甲古迹当中1.83公顷摕来做台北科技大学的用地，若破坏文资的保存规划，停书嘛无证据。目前在走的这个都市计划的内容，我们也跟北市文化局确认过，并没有送到北市文化局，就是所谓的文化主管机关去征询相关的意见。在其他的重大公共设施里面，都必须是跟能源运输相关，必须要是国家重要的计划。北科大扩校有严重或者是必要到这样子的程度吗？文资团体指出，建国美女工厂是台湾头一座现代化的美女工厂，有1920年代日本时期以来各时代的生产线有重要的文书价值，而且到达也有生产线的运作，其中要挂予北科大的部分生产线的动力系统都包括在内。文资团体指出，不能影响到外古迹的运作，政府这个新的变更案嘛，应该重新召开公听会，和基民文资团体、文化部等单位沟通说明。行政院是认为这是用一个所谓重大计划的方式，要透过都市计划法27条进为变更。可我们认为它根本不是一个重大计划，它是一个重大争议。我们呼吁，明天就要召开的内政部都市计划审议委员会应该要暂缓。
8日早起，内政部特别针对美女工厂盗警的案件来召开都市计划审议会。本组团体含在地居民是拍算讲，透早特别去到内政部国土管理署头前来去抗议，希望审议会会当听到因的心声。记者卢尚如、曾俊佑台北报道。镜头来高雄盐埕堡的文武圣殿圣乳宣港，甲搭已经有上百年的历史，主要是考劝世间人爱善良，是讲经、讲道理、讲做人的道理。过去是安定社会真重要的力量。那这项流传百年的圣乳宣港，今年是互高雄市登录做无形的文化资产。伫高雄文武圣殿有几若位穿白色长衫的宣讲生向官邸做磕头，头前的主讲开始宣讲内容。文武圣殿逐年的圣乳宣讲，旧历3月7日即天开始，今年除了是100年，上特别是互高雄市登录做民俗无形文化资产。庙方表示讲，宣讲主要是考劝世间人爱有伦理道德，各有因果报应等等的内容。阮的宣讲生的这个任务，就是讲，就着这个乱册底所记载的这个诗词的内容吼，来讲做白话。人做人呢爱善良，啊，阮就是咧劝善，所以这个无形的文化呢，就是也是咧劝善呢，安尼。圣乳宣讲是为明清时代就有的制度，过去因为战争、天灾等等的因素，为着安定民心，民国14年就成立劝善社，宣讲通常拢伫庙埕来进行。迄当时宣讲是真重视社会教育，主讲会徛伫中央，边仔有2位副主讲，互过去无法度读册百姓，会当透过宣讲得到知识。这是高雄市第一个，也是应该是全国第一个这样的一个圣谕宣讲获登为无形文化资产的一个重要的案例。庙方表示讲，文武圣殿的圣乳宣讲是全台唯一，真济宣讲生也传承到第3代。每年的旧历3月7日到10月20是宣讲的期间。今年受到官邸组的指示，干那伫文武圣殿进行宣讲仪式，已经真做庙市的重要特色。记者张义辉、邱昭勇高雄报道。生活消息来看，即马伫社区内底，清早拢会当看到自助洗衫店。因即款自助洗衫店的公共安全含噪音的问题，嘛是引起一寡争议。桃园市政府即马就要启动净零专案，要来做管理。另外嘛，要说自治条例，按算后一个会期要送入去议会审议。垃圾衫伫洗衫机内底放也用行好大，因为洗厝人甲上班人这需求，社区当中的自助洗衫店愈开愈多，暗过洗衫机、烘衫机暗时咧运转的噪音，互人嫌吵。桃园去年也发生自助洗衫店发生起爆火警，引起公安的记录，市府净零专案决定立管。因为方便啊，然后家里没有洗衣机，噪音我感觉不太到安全性的话，我觉得可以啊，可以设就。噪音的话，应该要有必要，因为应该会还是会影响到楼上的人，而且有时候有一群人一起来这边洗衣服，然后就一起顺便聊天，那时候会很吵。根据财政部资料，桃园自助洗衫店今年1月增加到370间，比去年成长13%，营业额达到2993万7千块，力度上悬。不过，台北市早伫2007年订定自助洗衫店安全管理办法，2011年提升做自治条例层级。桃园也来研议，业者表示会配合政府的政策，不过希望用24点钟营业。政府怎么说我们就怎么做啊，只是说之前的已经开的店，那可不可以给一点？如果需要改善，是不是可以给缓冲期这样子？目前呢，已经提出了自治条例的草案。那草案的内容呢，包括规定业者需装设微电脑瓦斯表以及自动紧急遮断装置。经发局表示，目前研议参考台北市定出自治条例，具体做法包含规定业者爱装微电脑瓦斯表，自动遮断装置。违规应罚钱甲停业处分，内容还未定案。按算下节会期提出送议会审议，通过了后，函报行政院决定就应公布实施。记者综合报道。亲子之间来当好好沟通、好好参详，安尼对囡仔情绪稳定是真有帮助。
对囡仔身心的发展嘛有正面的帮助。即马就嘉义市的卫生局就邀请心理师透过念图和画图，教父母要安怎和囡仔沟通，引出囡仔的情绪，唔通用管东管西方式。囡仔用念头自由发挥，做出心目中爸母的模样。陪伫边仔爸母袂当指示囡仔安怎做。上课心理医生建议现场的家长会当试看卖，稍等一下，尊重囡仔的想法，莫赶紧就要来替囡仔做决定。我们这个活动是很希望讲互家长讲，我的脑讲淡薄空白的部分。我啥物拢帮囡仔讲啊好，互囡仔家己去想法。安尼会使促进我甲囡仔的感情安尼，然后我感觉这种活动会使加办安尼。为了应付社会竞争，家长对囡仔不管是要求也是管教，拢会对囡仔的年岁日头增加。心理医生就教家长试看卖用引导代替指导，尽量用正面肯定的方式来表达，陪伴囡仔做决定。我研究让我讲吼，即摆就是。现在的爸爸妈妈在沟通上很容易变成就是用讲的、用指令的、用讲的，不过无去了解讲另外人来家己的想法是啥物。小孩子在这个过程中可以跟大人可以非常的平常比较不会有这样的沟通，对，那我觉得这样的活动很好。嘉义市卫生局表示，囡仔成长的过程当中，心理健康的好歹，父母占正重要的部分。配合社区心理卫生中心举办这种课程，若是要让家长更加了解家己的囡仔，也希望家长会当为课程当中找到甲囡仔沟通的方式。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进前苏丹红的食安风波影响全台湾，为了要让学生囡仔嘛认捌食安的议题，伫台南的立仁国小4年级的自然课程，就教学生囡仔安怎种番姜啊。种沙中后呢，佮教学生囡仔把这番姜啊摕来做天然的番姜啊酱，过程中拢有翕倒来，佮利用学校摄影棚设备，和学生用母语来小解规个过程。囡仔甲香蕉啊一条一条放入去机器架倒出来了后，再佮加一寡沙拉油掺咸蛋落去煮。因当咧做的就是这款立仁牌的香蕉啊酱，今仔苏丹红香蕉啊粉炒甲正热，互大家食到拢心惊惊。台南立仁国小4年级的自然课结合食安议题，起头先教囡仔安怎种香蕉啊，尾手则佮互因动手做天然的香蕉啊酱，对头做到尾，干那半点钟就完成啊。大的香蕉啊，甲细香就一比一加一寡调味料，就简单啊！伫厝里嘛会使家己做。咱做开始是橙红色，外口的红色的，伊个拢毋是完全是天然的。啊，咱今日教咱立仁国小的小朋友来做。名做完全天然健康的。这摆学校特别邀请专家来教囡仔做香蕉啊酱的技巧，嘛教因安怎判断天然香蕉啊酱的美感。大家囡仔面乱学习，若甲所有的知识做重点整理，老师嘛带因去校内主报室，用母语录小解香蕉啊的影片，准备通伫中昼时间播送予全校学生斗阵来学习。阮用台语甲大家分享。有人用辣椒的种植过程，有人用吃辣椒的国家。我是介绍辣椒的种类。会使对世界各国，因用的辣椒啊，佮咱台湾用的辣椒啊，佮因这的辣椒有啥物无同？小小的辣椒，但是却是很大的大的学问啊！校长讲，虽然学生家己动手做的香蕉啊酱掺外口白，无法度比拼，不过伊用的物件家己看会到，嘛真材实料，你食嘛较安心。记者上台南采访报道。再去看世界，来去德国。德国有一个互人看落要吐的食物博物馆，内底展出全世界各地90种美食，毋过这的食材看落拢真恐怖、真怪奇。亲像有羊仔的目睭仁，拄啊出世的细只鸟鼠仔囝，会当讲是真怪奇，佮真恐怖。有人看落真正是想要吐，有人看落是强要昏去。糖仔掠起，佮落伫桌顶，接起来，这个小姐想要试食烘酥糖的滋味，毋过心内也是真惊。毋过到尾，伊总算克服这个惊吓。Alright, it's okay.
这间伫德国毗邻正恐怖的食物博物馆，展出全球90种特色美食，有一寡会当试食，有一寡用看你就会惊。像这款蒙古来的传统解酒饮料羊仔目酒汁，伊用淡仔豆汁甲醋调制的饮料顶悬，搁放一粒羊仔目酒。听讲配方是成吉思汗时代来，就算啉水你敢加啉？啊，搁有一罐用拄仔出世的细只鸟鼠啊所浸的药酒，听讲啉了会当补血、增加肝的功能，也加较袂老。这是广东地区流行的秘方，这个无奇不有的料理，有一寡人感觉真神奇、搁趣味，啊，毋过有一寡人感觉真正真恐怖。Wir haben aber auch Jugendliche, die halt regelmäßig ohnmächtig werden, also wo das wirklich hart an die Substanz geht, wenn man wirklich sieht, wie eine Gänsestopfleber oder wie Schweinetransporte stattfinden. 除了看了会明白，有一寡美食是臭甲会吐，亲像真臭的 cheese， 啊，搁有这种放伫罐仔内随便盐鲜的飞鱼。Hier zeigen wir Surströmming, einen fermentierten Fisch, der noch in der Dose weiter vergärt. Den öffnen wir zu Special Events immer auf der Straße. Dadurch, dass wir ihn indoor nicht öffnen können, dadurch, dass der so bestialisch stinkt, dass wir das auch nur unter Wasser machen und auch draußen auf der Straße. Und dort können dann die Besucher sich 早期瑞典人使用一寡盐搭配发酵的方式来防止食物歹去、汤生盐。不过，这个奇怪的方式挑战咱料理美食的感受，互咱大开眼界，也当进一步了解各种文化的饮食差别。公司新闻詹慧敏编译。同齐关心今仔日各地头的温度，伫北部的温度上加23度，上悬是31度。 中部的温度上加23度，上悬33度；南部的温度上加23度，上悬是34度；东部的温度上加24度，上悬31度；外岛19度至29度。 感谢乡亲收看，祝您平安顺心，明仔载早起9点，咱再会。